术水个好，古前讲一部三国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朋友，咱来开讲，来讲一个办喜事，来讲刘备要过东吴，要去做孙权的媒使，要带孙权的小妹孙尚香。是讲咱知影呢，三国就是魏国的曹操，东吴的孙权。啊，还有蜀国的刘备，三个伫咧争夺江山，安尼这毋着政治婚姻，就是安尼生。毋则孙权的老母甲叫来骂，骂哪？骂讲女大当婚，男大当娶。你甲恁小妹注意婚事，我是无见怪。啊是安那咱东吴头尾一成知，半成正人拢知，干那我毋知。你毋咧乌窟啊，互恁小妹跳上。讲到即句乌窟啊，互人跳，民间流传的俗语，意思讲用魔做假。想计策要共害，安尼叫做乌窟啊，互人跳。结果孙权讲来到遮，就应甲因老母因讲：母亲，我是要乌窟啊，互刘备跳。话是安怎样讲啊？我国太愈听是愈糊涂。煞毋知影讲刘备借荆州，甲咱占荆州。我即马讲要带伊做媒使，伊人来，我就应甲掠起来。荆州若要写行难讨，若毋写命甲收除。结果话讲安尼生，吴国太拐啊断了，大胆！孙权带一个将紧归了。是安怎样？你心肝遮尔雄，将恁小妹的亲事当作政治的交换。结果孙权骹手把人带，伊本来就真友好，真惊老母啊。讲这吼，这是周道督的计策啦。讲到周道督尔，徛伫边啊，周道督因丈人叫讲咯，赶紧出来疏远地边啊。讲国太主公听老臣一言啦，刘备来甲我拜访，我毋则知影讲确实，咱孙君主要嫁伊做看手，我看伊的人办倒也真好。若讲真正蜀国甲吴国会当联姻者，做贼绝对是兵败如山倒啦。不妨咱来甲假戏真做，话讲来到遮有诗为证，国太讲我要注意。囝婿人办看白里，明日约束甘露寺，带来当面鉴定伊。人俗语话咧讲，丈夫看囝婿，敢有法度愈看愈可爱。明仔载甘露寺吴国太要来看新郎，看刘备啦。